2025年6月5日，習近平文革起動失敗了。近日，習近平將迫害李嘉誠嘅罪狀全部由鄭雁雄一人負責。今次鄭雁雄肩負咗有如四人幫咁樣嘅代罪羔羊。雖然鄭雁雄呢個人死有餘辜，又因為中共為咗要守護住中共呢個神主牌，令到中共可以繼續統治嘅合法性，所以習近平雖然鬥爭輸咗，但亦都可以保存住性命，成為華國鋒第二。中共亦都係因為習近平嘅瘋狂統治，使到中共嘅政治同經濟全面崩潰。為免中共倒台，元老們先至出山主持大局，希望中共可以恢復改革開放嚟尋找求生嘅機會，好讓中共嘅統治可以苟延殘喘。日前，普京為咗要證實習近平是否仍然手執大權，派遣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嚟到北平探個虛實，結果一如大家所料，習近平已經失去大部分權力。上兩次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嚟到北平訪問嘅時候，都係以國事訪問呢個高規格嚟到接待嘅，並且喺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盛大嘅歡迎儀式。但係今次只係響中南海嘅辦公室旁邊接見，並且冇國事訪問嘅高規格接待，又冇盛大嘅歡迎儀式。喺6月4日發放影片所見，極其低調，又冇舉行會議同埋簽署任何嘅協議，更形容今次係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前來北平訪問，只係以家庭式訪問同埋家庭式午餐變作完結。點解會有咁大嘅轉變呢？另外，Donald Trump 已經側面咁證實咗習近平嘅失勢。Donald Trump 要求與習近平電話對話嚟到試探習近平是否仍然掌握政權。答案已經很明顯。之前每次中共對美國嘅協議反口嘅時候，Donald Trump 都必然加中共嘅關稅，每一次都係。但係今次 Donald Trump 只係喺 Truth Social 係以英文大寫，話習近平嗰個人實在太過強硬，咁就算啦。點解唔加關稅？點解？大家有冇思考一下？點解啊？經驗教我哋，世事每次出現不尋常，必定內有文章。今次真係好明顯，答案只得一個，因為 Donald Trump 已經證實咗，同習近平對話亦都已經唔會再有任何作用，因為而家中共嘅話事人已經唔再係習近平。習近平亦已經變成咗一個沒有權力嘅虛君華國鋒。而家 Donald Trump 亦只好靜待中共鬥爭最後嘅結果嘅公佈。
相信唔會好耐。而家中共各個山頭聚喺北平嗰度，專注咁喺度分餅仔，並且研究出一個劇本，如何可以不需要中共丟臉，但又可以俾習近平有體面咁樣落台，使到中共可以繼續執掌政權呢？今日嘅分享到呢度，鍾意嘅朋友請讚好及留言，並分享俾你嘅朋友，及訂閱易經人 YouTube 頻道，並追蹤易經人 X 專頁及追蹤易經人 Truth Social。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